放一下几页就可以了。PPT。来过一摆哈，好几站。各位大家大家平安。伫要开始咧来进行咱游玩同款吼，咱先安静1分钟。即时咱马上咱的手机设定对无声，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举行今日早的礼拜，请照办。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我要行自随。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我要行自随。这是咱三甲做伙来吟诗，圣诗55首，我信全能上帝。咱请起立来吟全首。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宇宙的存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对圣神投胎，对耶稣来出世，为阮人来到来受苦，定是第四摆上人物，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当日全能的上帝大能，面对咱来审判大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同教会，圣父上帝，做下辈，永世不化，永远王命。阿免，请坐。这是咱三甲做伙来启用，献归启用文15篇，启用文15篇。也是诗篇65篇，显着咱三甲来交读。我来启咱大家三甲来记。上帝啊，伫锡安有人学乐，要听候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恶。较赢我，你所竞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伊拢欢喜。
上帝和伊的水满满。地灌压参园，满伊的狗，收平伊的灵。你用你的温典做面担会免流。地旷野的草坡，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谷做麻来烫。这是咱大家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地上一切好物的源头，我要用欢喜的心来入你的圣殿，我要用你的所创造的嘴，我要大声唱歌来学到你的圣名。我也要感谢你创造阮，佮拣选阮诚侪你的囝儿女，这是阮一生中上大的福气。伫过去的年日，阮检采有顺境，有逆境，有阮肉体、心神学担当，或者是有病痛的时，主你拢用你极大的恩典来款待阮，来供应阮，来引带阮，带阮行伫平坦开阔的道路，互阮会当伫遮的无平安，拢会当通安然来经过，也会当伫主你的保守内底，阮得到满满的平安，阮献上阮的感谢。亲爱的上主，伫阮过去的生活当中，检出阮有时有意无意来得罪你，背逆你，无超找主你的心意，你甲阮犯罪，偏离主你的道路，阮恳求天父上帝，你来怜悯阮，搁再一摆用你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过，互阮会当得到圣洁，通甲你过更新，搁活当行主你的道路的生活。恳求天父上帝，伫阮2025年，阮伫遮继续嘛要来为着教会各项的事工来祈祷。特别，阮为着教堂的整修来祈祷，恳求天父上帝，你互一切时工拢会当伫时间内顺利平安来完成，互阮有一个更新的教堂，通接纳搁较侪的为信者，或者是阮伫南岛地区也咧找教会的兄弟姊妹，会当有搁较侪人来到阮当中，甲阮三甲做伙来聚会。嘛为着阮教会有各种的训练的这个课程，阮为着遮来祈祷，嘛恳求盼望阮兄弟姊妹会当来踴跃来参与，互阮逐人拢会当对信徒来变成做温度的款式来拍拼。阮伫遮嘛要恳求主，阮继续要来推动幸福小组的福音的事工。嘛，恳求主你奇妙的作为会当运行伫当中，互阮逐人拢有机会来服侍人、来带人来信主。过来，阮要为着阮幼稚园的转型来祈祷，嘛恳求天父上帝你来带领阮的幼稚园会当诚侪以基督做中心的教育的宗旨来迈进，互阮南口幼稚园会当诚侪。是一个是一个助你所欢喜用助你的名所设立学前的一个幼儿的教育的一个中心，恳求助你来保守带领。以上主阮虽讲这事工，其他阮还阁有侪福音的事工，阮伫遮留愿摆咧伫主你的面头前，恳求主你来帮助阮，来带领阮，互用你的名所设立的南口教会，会当诚侪一个福音
传扬的基地，也是一个向外扩展来带人来信主的教会，毋是一个内聚的教会。主啊，愿你来保守阮所有同信的兄弟姊妹，大家拢有共同共款的心志，彼此来鼓励来导，三甲做伙来活出传扬福音的大使命。全能的天父上帝，伫迎接新的一年，阮而且搁来恳求天父上帝，你来帮助阮心神时时刻刻来换新，互阮会当来实主你的款式，来立志离开所有一切的歹，为着主你的名来做见证，来高举上帝你的名，成就上帝的国甲义，来落实阮的异象，广传福音，互万民做主的百姓来尽心尽力。阮以上的祈祷无照常，阮即时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三甲做伙来祈祷。阮的天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在地如天宇。阮的日子互阮，赦免阮的过错，亲像阮也赦免互咱的人。我哋做阮的日子，就即阮法的批判，因国本人因更中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是咱三甲做伙来看圣经，今仔所要看圣经记载伫约书亚第7章第1节到13节，约书亚第1章第7章第1节到13节，迄着咱三甲做伙来看。总是以色列人伫应该平安米犯罪，因为犹大的支派中，舍勒的曾孙撒德的孙加米的囝亚干摕应该平安米，耶和华就生气以色列人。约书亚对耶利哥找人去得利东西，我军得亚伦的爱城，吩咐因讲：恁上去偷看迄个地，因就上去偷看爱的城。因转来到约书亚遐，甲伊讲：毋免互众百姓上去，大约2、3千人上去拍爱城就好。毋免劳动种百姓去到遐，因为遐的人少少。对安尼百姓中约3千人上去遐，竟然伫爱城的人的面前逃走。爱城的人杀死因约36人，因对城门前对赶因到示巴林。伫落家的所在拍死因，众百姓就失胆，软弱亲像水。约书亚就拆衣衫，伊甲以色列的长老伫耶和华的柜前趴伫涂骹到营，也用尘埃散伫头壳。耶和华讲。耶和华，你啥事带这个百姓过这个约旦，将阮交伫亚摩利人的手，互阮袂无啦。可惜阮无掠踮伫约旦迄边做交易，
主啊，以色列人已经伫对敌的面前活转身走，我还有啥物通讲啊？因为迦南人甲即所在一切举起的百姓，听见就要围困我，除要阮的名伫地上。迄时，你为着你的大名要怎样？耶和华甲约书亚讲：起来，你啥事安尼拍伫地里？以色列犯罪，违背我所命令因的约，此应该献的物也偷摕，也行鬼诈，放伫因的家器中。因为安尼，以色列人伫对敌的面前徛袂牢，因伫对敌的面前活转身走，是因为因诚侪受咒诅。恁若无将应该献的物对恁中间对比，我就无搁甲恁相隔伫咧。你起来，互百姓迁去，甲因讲，恁着家己迁去避办。然后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以色列啊，恁还袂交出迄个物，就伫对敌的面前，恁要徛袂牢。以上完上帝的话，诚侪咱来分享当中。下面咱要请圣歌队来互咱来同乐。今仔所要用的诗歌是主的名极深极广。
这是咱要请牧师来讲道。牧师今仔要讲道的题目是人生失败的原因。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有缘要甲兄弟姊妹来讲一声新年恭喜。即几天我相信咱9天的时间吼，9天的时间，咱伫无论伫南口、台北，还是逐所在，我相信兄弟姊妹经过一个真舒适的年，有落雨，有日头，拢总有。感谢你们上帝，互咱会当伫过年的期间，兄弟姊妹合家团圆，会当出去行行的，也是伫厝内面。我相信。毋知兄弟姊妹拢有即个做礼拜无？咱搁来看一遍吼，咱来看即个兄弟姊妹伫咧即个新正过年除夕开始吼，一直到昨吼，陆陆续续嘛是拢有兄弟姊妹来做礼拜吼。咱这是新正过年的时阵吼，即个声音，刚刚重放一下，再重新来一下。
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凭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的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要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咱是细汉一天，阮三甲就伊即个所在，阮会遮起诉临时的制度，阮就是带着诗歌敬拜，遵你的名制度，求主你来感觉，也求主你来使我。所以让我们能够跟互相的家人一起祷告，然后让恩典加入成为我们的祝福，然后还有一心。感谢上帝吧。感谢上帝帮助咱会当伫过年的期间这今年是第一摆咱安尼来宣传啦兄弟姊妹会当录音录影翕相期待明年搁较侪兄弟姊妹会当来加入参与伫咧咱即个新正过年的时阵无论倒一天咱拢会当伫厝内面，还是讲亲戚朋友的厝伫遐来起祭敬拜上帝愿这切荣光来归予主新年恭喜，新年快乐！新的一年开始，咱有新的愿望、新的期待。但是今仔日你有看到即个咱牧师用即个人生失败的原因吗？你会讲牧师过年你讲失败，其实有真侪的失败是有真侪的成功是因为失败开始。所以求主来保守帮助咱新的一年开始，咱先对失败来讲起，咱先对失败来讲起，愿主来帮助咱。相甲来感谢祈祷，也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的开始，有新的气象、新的愿望。主，阮感谢你回顾过去对阮的眷顾，阮嘛展望未来，阮伫现主时，看到上帝你会听伫阮的中间，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对伫侪的成功的中间，嘛看到阮过去软正软弱的事，甚至是抑阁有未解决的侪的问题。主啊，阮伫四正过年的期间，搁一遍围绕伫上帝你的殿院，阮来敬拜你，学了你。分给信心，甲阮三甲弟弟，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稳上加稳，力上加力，继续向前跑走，荣光上帝的名。讲分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约书亚记第7章第1到13节是今仔日咱在看的主题。咱就看到若圣经显开看，伊这一开始的标题是讲亚干犯罪，亚干犯罪。咱知影一件事。就是牧师当然一下咧继续对约书亚第1章一直讲到最后，约书亚最后因特别伫迦南地才会生活所以咱会当看到约书亚记基本上就是你我一生的写照咱一生的写照。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因叫过约旦河，甲迦南人伫遐来相台，最后是占领迦南地得到。上帝所应允的，咱讲得地为业所以伫以色列甲迦南人中间因相待，其实真侪摆，真侪摆。但是约书亚记你若详细看，约书亚记敢若只有3个即个相台的即个过程较详细的记载所以即个3个相台的即个过程伫咧第6章，咱就通知影顶礼拜有讲到第6章亚利哥城的相台。第7章、第8章爱城
相谈。第九章甲即个欺骗的人定迄个和平条款会经过，所以咱读圣经有一个原则，真重要一个原则就是，当咱圣经用真侪的篇幅伫咧遐去记载事件，也是讲人物的时阵，就代表啥？代表迄个事件，也是讲迄个人真重要。所以咱详细清楚知影看即个耶利哥的即个小台爱城，欺骗人入狱这三个事件，咱就会当看到一寡属灵的原则咯，属灵的原则、属灵的原则用伫咱的生活内面，安尼咱伫咱的家庭、咱的工作、咱的事奉各方面，会当得到胜利，得胜。咱今仔来看即个爱城之战为每一个角度来看。是约书亚记真关键的一个战一战真关键，因为即个以色列百姓为伊伫咧圣经内面约书亚记的记载，为伊互迦南人拍败的一场战役，太小台的战役所以对爱城因即场战败了后，以色列百姓过来其实都拢太赢。即场失败，但是安怎？过来后来太赢。所以以色列百姓虽讲伫咧爱城即场战败，咱讲活一倒活一倒，为失败中间学习，其实真宝贵着，假是当因失败的原因有处理过，处理掉了后，胜利就来，甲再因会当反省，做信仰的反省。小叔因若无伫咧爱城即个小台的即个战役中间得到教示，安尼约书亚记就爱解释就爱解释因为安怎一定会失败，失败一定会来，一定来。所以亲爱的姊妹，你毋茫你的人生是即个咱讲一连串的胜利，也是讲失败。请咱今仔日做伙新正的是咱做伙来学习，做伙来学习。即个圣经顶悬遮个真理的关键，以色列百姓即日刚对了后，攻打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真宽大坚固，以色列百姓伫迄个所在旗开得胜，得到胜利，而且大获全胜，所以互即个约书亚的名声传遍全地，迦南全地。所以将以色列百姓要攻打第二个城市就是爱城，但是无想袂到即个爱城的人。伊是安怎面真够小台啦，真够作战啦，所以以色列百姓安怎拍甲哇真凄惨，真凄惨，而且有几个人台死，被台死，36个，30个。所以以色列百姓的战术受到真大的打击，所以因心内面开始安怎惊吓啦，害怕惊吓，若是安尼，百姓嘛是同款。搁较严重的是，连即个领袖咱看这约书亚。伊的心内面嘛充满迄个失败的思想呢，所以咱看到约书亚的祈祷，第7章第7节、第9节内面的祈祷讲，哎呀圣经真少那些哎呀开始的，讲哎呀主要我，即句话，所以迄个带领以色列百姓太耶利哥城的人，或者会勇士，咱讲约书亚。去到倒位去啊？即摆哪会变成做一个无助的囡仔？太安尼，伫咧上帝面前，竟然嘛用祈祷伫遐来嘛发怨言其实毋是好佮无好，毋是好毋好的代志，但是迄人的反应自然甲上帝伫遐压求起来，开始讲讲对敌外好，家己安怎真害泄气迄款的风凉话，伫上帝面头真讨气啦。伫迄个所在，赖伫迄个所在，一直祈祷，歪起来，一直靠赖上帝，迄个意思，迄个感觉安尼。面对着强大的耶利哥城，即个以色列太赢一场大的胜利，但是对迄个小小的即个城市，咱讲不起眼的迄个爱城，竟然打败仗，为虾米？加在。因会晓检讨，我毋知咱是毋是会晓检讨，因会当找出迄个失败的原因，就会当改变，无犯相反的错误，
失败为成功之母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其实人生中间无通避免的，其实咱拢会拄到迄个失败因为咱人有限，咱气力不足，咱经验不足，资源不足，拢会遇到失败。但是一摆的失败无代表什么永远的失败嘛，咱会当知影即个道理。一摆的失败无代表永远的失败，但是拢会担当，对不对？咱要去面对迄个新的开始的阵，咱会担当。所以约书亚的祈祷，咱今仔日看到的是充满迄个情绪性的、情绪性的反应，搁安怎无正确的迄个思想想法。因只不过拍输一场战争，36个战士死去。约书亚的结论竟然是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是要消灭以色列百姓，消灭因啦。伊有即款的想法，因的推论是甲咱人听着因的即个拍败就安怎，就知影即个无会当继续甲因攻打甲这以色列人攻打，伊的感受是安尼所以因会亲像拍败互这爱城的人拍败共款，迄款的心态去面对过来的战争征战。哇，这实在是一个四角槽，就开始迄个信心无够，有时咱的生活咱人都袂顺利，事业还是婚姻还是人际关系各方面袂顺利的时阵，咱开始要面对着即个新的过程中间，嘛是共款比如讲要换一间新的公司我知影过年了后有一寡兄弟姊妹开始有新的公司换新的工作，换新的环境，但是咱拢会记哩迄个有诶失败诶迄个痛苦诶经验诶过去无论是啥物款诶生活，拢共款，拢是伫迄个新诶环境诶时阵，咱拢会迄款诶感受得出来。毋知影会顺利呢，毋知影好。有一本册叫做《伟大小孩养成术》有一本册这本册内面讲真精彩诶话是安尼讲咱拢无介意输但是现实诶人生诶中间，咱嘛拢一定有输过过来，互咱会当真做优秀诶，其实毋是些人输得少，也是济也是讲安怎样会输？是安怎？是些人会当输得起来会当输得漂亮会当屡败屡战一直安怎？一直坚强落去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品德。所以失去、失败无可怕，但是咱爱挖靠主勇敢去敲找迄个咱失败的原因，这是真重要。那安尼咱就会当将迄个失败的绊脚石，伫遐变成做下一摆成功的垫脚石。所以以色列百姓讲到爱城失败，而且牧师有归纳3个原因，互咱兄弟姊妹做伙来参考。第一个头一个原因，咱先来看头一个原因是骄傲自大。骄傲自大咱就知影头一个原因，骄傲自大所以咱来看约书亚派出去的遐个探子试探咧看的伊派出去的人转来了后，因安怎报告？那个图片出来，好看。他出去的人安怎报告？对以色列百姓，遐探马为迄个百姓讲，哎呀，咱安怎？咱毋免所有的人拢毋免去只要几个人去就好，2、3千，2、3千个人去就会使。这个爱城我看过小小细，这个真水伫遐毋免劳烦，
拢总人拢总去，因为遐个人真少啦，我所在记第7章第30安尼记载，所以啥个人真少，因是甲啥物做比较？顶一遍的成功做比较嘛，顶一遍的成功是啥？耶利哥城嘛，爱城的人甲耶利哥城的人的人口数差足济，耶利哥城像遮尔悬，遮尔侪勇士拢毋是咱的对手，爱城小地方，嘛毋免啥物款诶困难，就伫遐会当攻打落来，哎呀，咱讲小 case，小 case， 好，咱的军队零头就够了，咱散起去就会使。亲爱的姊妹，咱生命内面有一个真非常危险的时刻，就是当咱大胜利的时阵，咱当然真欢喜，会当伫迄个成功的气氛内面，伫遐 enjoy， 伫迄个享受大家的鼓掌，欢呼鼓掌。但是煞接要来就是啥？就是咱的困难，咱的材料会试探啊，咱一直起来啊，像这嘛一直起来，一直起来，咱不知不觉会安怎放大咱家己伫迄边的胜利的中间我的贡献，我的头脑，我的领导，我是一家之主嘛，我的家庭今仔日会遮尔顺利，我安怎？我带领地球无看到正人，干那看到家己，所以迄个骄傲就开始起来，所以真紧就自以为是，别人的意见开始无法度听入来，到尾开始就是借着过去迄款的即个经验历，无得较错误的决定落来。所以，当咱成功的时阵，当咱得到迄个胜利的时刻，上重要较需要就是咱来谨慎祈祷。讲一遍好无？谨慎祈祷，谨慎祈祷，咱来谨慎祈祷。所以，为什么咱在聚会，咱真欢喜快乐的时阵，无论是牧师，还是讲台下顶的遮个主持的人，拢会有讲一句，讲咱爱将啥拍扑仔将阴光安怎归互主，拍扑仔阴光归互主。毋是咱伫咧即个所在，真欢喜快乐尔，咱将咱一切所有的阴光是爱归互主的。所以咱会当看到为什么咱看到有遮遮的得奖的金像奖金马奖啥物奖项，迄个台下顶，伊若第一句话有讲着啥感谢上帝，咱就大概知影99%伊是啥？伊是基督徒啊，因为伊安怎？伊将迄个阴光归互主啊，迄是伊人生同关峰的时刻。亲爱兄弟姊妹，咱的教会嘛捌伫迄个人生同关峰教会同关峰的迄个时刻，伫遐咱。影响上帝无问题，但是有拄时咱看咱即个历史，虽讲咱的历史、教会历史袂讲真长，总是咱看到基督教会的宣教的历史，要迈向160年，甚至要迈向165年的迄个过程中间，咱就会看到迄个权伫遐咧斗争的开始，愿主怜悯保守，咱捌伫迄个过程。有一点仔像迄个长子的款式，所有台湾的教会，听着台湾基督教会，就亲像即幅图安尼，咱却毋知影，侪无共款的教派伫遐的兴起，伫遐兴旺，因是安怎样谦卑，因是安怎样看无家己，因是安怎样伫100个100个成功的中间，因仰望主。将荣耀归互主，这是咱值得咱兄弟姊妹，咱爱思考甲反省。咱的教会嘛是共款，伫个新正过年的时阵，咱会当有阮牧师团定伫咧分享，讲咱的教会实在是人才济济，确实有影。真侪拢真专业的兄弟姊妹投入侍奉，咱。你看，拄则咱一开始，咱迄个空拍机有，
无几间教会会当用即个空拍机。迄天我咧看，大家徛喺头前，开始有人咧画讲，咱看头前，有人开始想，要看倒位，看顶悬了一个物件咧飞，我阁有这哦，飞起来伫遐咱看，这是真专业的亲爱兄弟姊妹，咱的音响，在做调整，咱每一个比如诗班，咱的兄弟姊妹做礼拜，我真毋茫咱，过来当然有侪侪理性的兄弟姊妹会进入到咱的团体中间，信主了后，咱要安怎样陪伴，互因看到咱实在是有真实上帝甲咱三角地带，帮助咱学习有谦卑的心。所以，这个过程，互咱看到需要记得，因为真侪人失败得到真惨的过程，就是迄个成功了后，因袂晓上帝伫遐来祷告，伫遐来祈祷，伫遐来敬拜。所以，遐个观察的探子转来回报的时阵，其实有一个无正确的解说，就是亚利哥城是以色列被军队伫遐来打败的。但是咱若是真实顶面牧师咧讲的，这约书亚记第6章的记载，亚利哥城其实是上帝用奇妙的方式，互伊倒入去。真正打败亚利哥城的主角，其实是谁来？是上帝。就敢若亲像我捌问过即个问题嘛？谁人带领即个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真侪人拢讲摩西，其实是谁来？是上帝啊！所以这个主角其实是上帝，以色列百姓是配角，你我咱拢是配角。上帝伊伫后面伫遐安怎？伫遐伫头前伫遐帮助咱。以色列百姓因是守时迄个太赢后面收尾起来。所以其实真诶兄弟姊妹，咱无得甲会讲但是迄是我真努力打拼的，我的事业、我的家庭是真努力来维护的呢。太袂当讲我，太袂当讲我。兄弟姊妹，我无否认成功的人真正真打拼、真努力。你我咱拢捌安尼经历过，无论是读册，无论是即个聚会，无论是咱教会要转型的这个过程，真努力。但是咱要提醒家己，若无有大环境的配合，若无有人的帮衬，无有上帝的恩典，咱的努力打拼，无一定会有今仔日遮尔大的成果。所以成功带互咱一个极大的试探，就是咱看家己过头所看的。所以当咱成功的迄个时阵开始，一成功，咱知影这就是成功啊！咱爱怎？咱一定爱祈祷。亲爱的兄弟姊妹，求主来救咱脱离迄个骄傲自大的试探。这个试探真紧就会来啊！你莫想讲，我知我一定会祈祷。但是安怎？一成功一来的时阵，迄个骄傲自大迄个试探就过来。了后，无得看咱会面对着极大的失败，陷入去迄个痛苦的中间。第二点，要甲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分享的，是无有超出上帝的以色列百姓，因无有去超出上帝的意。以色列百姓因伫遐来攻打爱城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因无去超出上帝的面。安尼真清楚了嘛以色列百姓攻打爱城的方法是根据啥人？根据遐个天马伫咧遐转来回报约书亚照着遐个人的建议来执行呢。这有什么问题？你敢有啥问？无啊，这真正常的啊。咱会收集侪侪的资料，对不对？咱研究市场，咱是爱收集资料，侪侪的资料。当然 OK 啊，无问题。但是安怎？因却袂记得一件代志，迄个问题是啥？请问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啥人？是约书亚吗？毋是，
咱会记得伫约书亚第5章13节到15节内面，约书亚已经交出伊的啥物领导权啊。佮请问兄弟姊妹一个问题：以色列百姓攻打亚利哥城的方法是谁人决定的？第6章第2节真清楚甲咱讲是上帝甲约书亚讲，以色列百姓伫亚利哥城会当太赢，是因为因听约书亚的命令。约书亚是对上帝的命令听着，借着上帝启示伊的方法来去行。所以当因咧攻打爱城的时阵，约书亚并无有到上帝面前伫遐来请上帝来指引，伊着借着家己的属下来建议，借着家己的经验，借着家己的判断，着安怎发动攻击。所以即使因会当伫咧攻打爱城进前，约书亚是用相反来到上帝面前来敲碎伊的面。我相信安尼上帝就有机会向伊指出讲，伊在军队内面犯罪的代志，因为安怎已经有犯罪的事发生啊。因会当先对付迄个亚干，有无咱今仔日所看到的，即个经节内面所讲的即个人亚干的犯罪带来不良的影响。解决了后，甲爱城进攻，迄36个人的性命无得较多保持落来。袂白白牺牲。所以，真爱兄弟姊妹，新的一年的开始，真正咱亲近上帝，咱来见上帝的面，毋是干那礼拜日，咱直接来见上帝的面。咱逐工的灵修生活，就是咧见上帝的面。随时，咱拢会当见上帝的面，但是咱却无安尼来用，咱拢却安怎用家己的方法来处理真多的代志。真爱兄弟姊妹，当咱逐工亲近上帝，就是咱得胜生活的关键。当咱甲上帝的关系是安怎，是敞开、是畅通的时阵，咱就会清楚知影上帝的旨意是啥物。亲爱兄弟姊妹，定咱来讲，上帝啊，你的旨意到底是啥？咱来转来问看觅，你是毋是时常甲上帝保持迄个畅通？读经、祈祷、灵修，咱会当真清楚知影上帝的旨意，嘛会当经历上帝的同在。即使咱甲上帝的关系真疏离、真远，安尼上帝想要引带咱，想要祝福咱，其实咱嘛会拒绝遐接受。所以咱单外靠家己的气力、智慧、经验，其实拢有限，常常爱付出真大的代价，甲发现讲，哎呀，惊真侪冤枉路啊！后佫一个例啦，有一个真出名的钢琴演奏家，捌讲过一句话，伊讲：即使家己一工无锻炼伊的钢琴，伊家己知影，家己知影。即使2、3工无锻炼练习，伊厝内面的人知影，无听到钢琴声嘛即使一礼拜无锻炼，所有的人拢知影，因为安怎？伊讲就是要加强迄个稳魂练习的重要性。所以，我借伊的话来讲，咱就会当知影，若有一工无亲近上帝，家己知影对不对？若有一工无亲近上帝，2、3工无亲近上帝，厝内面的人嘛会知影。今仔日恁敢若无读圣经，敢若无祈祷，无灵修一礼拜无亲近上帝，无得甲所有的人会知影，因为礼拜日你无得通袂来做礼拜。因为真多代志，因为上帝会当帮助咱更新咱的生命。若靠着咱讲老我的迄款的血气，活伫个即个生活的迄个生命的味道是无相同的。所以咱要求上帝帮助咱养成逐工亲近上帝的关系习惯，因为亲近上帝。就是互咱家己一个机会，互上帝来更新变化咱的生命，互上帝来祝福咱。今仔共款有三位越南来的义工伫个即个所在，拄则我较详细迄两字，但是我袂晓，袂晓越南语，我用即个翻译机来
但一句一句问。哦，因拄好住伫头前，即摆咱附近有一个工地，住伫个即个头，即个顶南路甲即个中山路交接的。以前遐头前嘛开一间幼儿园嘛，同头前个边，遐即摆互遮个人住大，咱讲越南移工来，来即个所在。亲啥礼拜因就来啊，即3位因拢做老爸啊，28岁甲35岁中间，大家拢2个囝，或者我问出来，用这翻译机问出来，我问因是毋是基督徒，伊讲是，因为原人嘛有2礼拜，感谢主，因来到即个所在，我问因为什么恁会想要来做礼拜来食？伊讲，遮看起来真温暖。感谢主上帝听到伫个即个所在，我就继续甲问讲，恁有啥物款的需要？甲牧师讲，甲弟姊妹讲，留即个电话嘛，互相伫遐来讲，虽然拢爱靠翻译机啦，我就开始咧想，咱教会是来讲越南话的，开始当来甲因关心，要安怎用来帮助这3位基督徒的爸爸，基督徒的老爸，在那舒淇嘛。舒淇旁边嘛，对，就在你们旁边3个好，伫即个过程中间，互我感受到，亲爱的兄弟姊妹，确实有影，上帝甲咱三角天地，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带出来即款的温暖。若设施即3位兄弟入来遮，伊感受袂到迄款的温暖，我相信真紧，因着1礼拜、2礼拜，就可能就是敢若伫个一大个所在。亲爱的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亲近上帝，就是互咱家己一个机会，互上帝来变化咱的生命，心意更新嘛，变化咱的生命。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就是咱爱更新的代志，就是咱里外咱拢爱，咱有稳重的罪，也袂处理，咱有稳重的罪，也袂处理。这是今仔日新正伊原初5尔开工初5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免费甲提醒包括我本身，咱拢所有来到教会，而且来做礼拜兄弟，以色列攻打爱城失败的第3个原因，就是从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有稳重的罪无处理，稳重的罪无处理。第7章第1节一开始就甲咱讲，以色列百姓伫个应当爱即个和合本顶悬写，应当爱别的物件顶悬犯罪，上帝会生气，以色列百姓安怎发作出来，发作出来。所以当约书亚伫上帝面前规工伊伫个遐安怎哀求，伫个遐祈祷。毋是有效无效的问题是啥？是上帝叫伊起来，安怎？通阁祈祷啊？你敢捌听过上帝对你讲毋通祈祷啊？咱拢是鼓励兄弟姊妹，咱祈祷嘛，若有祈祷会参加祈祷会，咱祈祷啊，稳困祈祷。但是即个所在竟然上帝甲约书亚讲，通阁祈祷落去啊！第11节到13节的所在。上帝甲约书亚以色列以色列百姓，因为虾米拍输爱城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上帝无甲因伫地啊嘛。这咱后来看，咱就知影但是伫个现状的时阵，因一定是安怎用家己的头脑，用家己的这个聪明才调，伫遐要奋斗要处理，但是上帝就无甲恁伫地啊。因为安怎因中间有人。摕迄个当灭的物件，违背上帝的吩咐违背上帝的约定约定得罪上帝所以约书亚伫个上帝面前用搁较济时间伫遐祈祷拢无路用，即个时阵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对付迄个罪。亲爱兄弟姊妹，处理迄个犯罪的来源咱知罪是抵到咱失败同主要的原因。为2个层面来解说，大心罪会破坏咱甲上帝的关系，是毋是？罪会破坏咱甲上帝的关系。
我相信咱拢捌有即款的经验过。当有一寡罪咱无去面对，咱无去处理的时阵，其实咱袂到上帝面前来祈祷。有拄时啊，不得不祈祷的时阵，就真紧就变诚做安怎形式哦。台湾的主啊，感谢你的稳定连悔改认罪的祈祷嘛无，就安尼过去啊。所以祷告迄个罪会互咱甲上帝保持迄个距离。所以若安尼，咱无法度经历上帝的同在，因为咱惊上帝的同在嘛。因为咱犯迄个罪啊，咱惊上帝甲咱伫地，咱同在，咱惊着，咱安怎惊迄刑罚。但是咱无有上帝的同在，咱安怎就一直都陷到迄个光明，陷到迄个失败的中间。虽讲你看起来是成功的，但是安怎？你依然内面迄个罪，内面迄个失败，内面迄个无有即个平安，伫个迄个过程，你永远陷到迄个过程。哦，这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咱的罪递到咱失败的原因。比如讲啊，学生啊考试，哦。成绩无好，主要的原因是啥物？无得讲是贫惰，无得讲是贫惰，无有节制，用真侪时间去上网啊，去看电视啊，甲朋友开讲，无有真侪的时间伫咧课业的顶悬，安尼成绩太好，有一寡人工作顶悬，伫遐常常失败，有可能是无够敬业啦，工作的时阵浑水摸鱼，或者是无顺服即个领导者，无忠心，伫迄个所在安尼看这我爱做，好来换另外一间好伫遐真来遐日子，这拢是做，有迄款工作的态度，哪会成功呢？所以有一寡人的人际关系无好，当然咱省察家己是毋是有骄傲妄图、纷争、自私。怨恨、苦毒，这嘴内面出来的话，拢真苦毒，即款的罪，这个罪拢是破坏人甲人中间人际关系迄个元凶。所以失败无可怕，亲爱兄弟姊妹，失败嘛不可耻，因为咱人生中间一定会做着失败，但是同重要就是当咱拄着失败的时阵，一定要努力打拼去找出咱失败的迄个原因。煞则咱尽办法来改造家己失败迄个原因。咱继续看即个约书亚记内面的记载，发现讲因第二摆去杀即个约爱城的时阵，因就杀赢。第二摆为什么？因为迄三摆迄个三个做成因失败的原因，约书亚甲以色列百姓因安怎有处理啊？因开始好好处理啊！伫咧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处理了，归因更合主。所以当做成失败的原因拢互对付掉的时阵，胜利就来啊！亲爱兄弟姊妹，毋知影你的生活内面是毋是有伫咧某一个所在做着失败？即使有，你敢知影迄个原因是啥物？所以说，你若无有好好研究，为什么伫迄个所在你常常会失败，你会继续失败落去？即使连咱家己的失败拢毋知影，安尼咱安怎用反败为胜？无可能。搁有一点嘛真重要，毋通甲失败的责任拢撒互环境、撒互别人、撒互上帝，就敢若亲像约书亚的祈祷共款。主啊，你带领阮经过迄个约旦河，是要叫阮去送死了，去送死吗？即使上帝要叫以色列百姓去死，伫亚利哥城早就死得惨啊，无需要来到爱城。因伫遐甲上帝阿求，伫遐甲环境阿求，伫遐甲别人伫遐咧控诉咧阿求，其实拢是咧道相面对家己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找出失败的原因的时阵，其实咱爱做安尼的。公主啊，求你光照我，互我看到我的问题伫倒位。我有一寡遐的观念，一寡遐的态度，一寡遐的行为是造成我失败的原因。为啥要做即款的祈祷？亲爱的兄弟姊妹，因为环境甲别人是我无法度改变。
但是我会当决定我家己是毋是要改变，咱就会真趣味发现一个现象：当咱改变了后，上帝改变环境，甲改变别人。我相信咱兄弟姊妹嘛捌有即款的经验，我嘛捌看过有即款一个伫咱的教会，伫咱的家庭内面，咱会当继续试看卖。最后要讲到有关祈祷甲行动啊吼，爱平衡的真理。祈祷甲行动祷告跟行动要平衡的真理。当以色列百姓伫爱城失败了后，约书亚的反应是到啥？到约柜的面前，伊安怎拆衣衫，拍败伫涂骹伫遐咧祈祷，一直到暗时。虽讲咱讲约书亚的祈祷的内容是偏差的，但是约书亚基本的动作是正确的，真正确。因为安怎拄着问题的时阵，伊第一个反应是来敲找上帝的面，上帝祈祷，是因为伊甲上帝面前祈祷，伊才有机会清楚知影原来因伫爱城的失败出问题出伫倒位，因为犯罪失去上帝同在的原因伫倒位，因知影，所以伊来到上帝面头前祈祷是好的，是死正的，是正确的。但是除了祈祷以外，还阁安怎？采取行动，这是咱时常忽略的。当约书亚规工伫上帝面头前，因迫切祈祷了后，上帝的反应是啥物？上帝叫约书亚安怎？毋通阁祈祷落去啊！会当停止迄个祈祷啊！就算讲你祈祷3年3日，以色列百姓也是无法度打胜仗啊！即摆伊要打胜仗的关键就是爱采取行动对付啥？对付罪啊！所以祈祷有时，行动有时，应该祈祷的时阵采取行动是毋对的，但是应该行动的时阵继续祈祷，无有行动嘛是毋对的。所以总有一个时刻应该停止祈祷，照着上帝甲咱讲的方法去做。比如讲，咱无可能一直祈祷，甲上帝帮助咱考试会当面对有好的成绩，但是咱却无有用时间伫遐用功来读册嘛。咱袂当一直祈祷求上帝，互咱的体重会当减轻，但是却一天到晚伫遐大吃大喝，无有节制。所以真侪人宁可祈祷求上帝帮助改善人际关系，但是无愿意去甲人和好。朋友求朋友的原谅，主动甲因和好。有一寡人宁愿相信这个别人相信别人。伫遐为因祈祷，但是伊无愿意因来祈祷，也是讲传福音，为即个人祈祷，但是咱无行动，传福音互伊，做见证互伊。有个人宁可祈祷上帝求伊供应一寡送向人的需要，但是却无愿意对咱的口袋里面摕出一寡真济的物件。有人甘愿为着丈夫，也是即个另外一半的某伫遐不住的祷告，却无愿意采取顺服，还是讲看无家己的行动。所以毋通互祈祷成做咱毋肯改变、毋肯采取行动的借口。咱做伙来祈祷，求上帝的光照咱，造成咱失败的原因是啥物？煞接咱采取行动。互咱愿意付出代价去对付迄个罪，去处理造成咱的失败的原因，会当互咱经历迄个上帝的同在，咱逐工会当过得胜的生活。你听了牧师的分享了后，你会想讲，好啊，我就来改变。有讲但是你却无愿意继续有安静的心来祈祷。愿主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旧历年新的开始，嘛是2025年，虽讲咱已经经过1个月啊，即马是2月初2农历年是初5开工。我相信兄弟姊妹犹原有真侪的挑战面对着，伫咱的这人生的过程中间，总是感谢上帝，让咱透过一段的经历。
约书亚记第7章第1节到13节，帮助咱新正过年的相时，新的一年的开始，祝福咱每一位兄弟姊妹调整改变咱甲上帝迄个关系，温存读圣经，温存祈祷，温存行动。咱即马伫即个咱的理想，我相信咱拢真清楚知影。这3年的以来，愿主来帮助咱，才会更新，才会改变。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伊愿咱讲过年爱过15吼，15过才是开始吼，但是咱毋免啦吼，咱都会当开始来做，愿主来祝福帮助咱。请咱三个阿头来祈祷，感恩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愿意帮助阮，逐工过得胜生活。不过有拄时啊，当阮了解过，阮拢真成功啊！阮的成功是靠着家己的智慧、家己的气力来得到的时阵，阮就开始自大、骄傲。常时阮阁真紧就陷入去迄个罪恶的中间，直到阮进入迄个痛苦的失败的中间。主啊，求你光照我。互我会当看到我的问题伫倒位，我有啥物款的观念、啥物款的态度、啥物款的行为是造成我失败的原因。主啊，帮助阮谦卑来超找你的面，而且采取行动去对付我的罪，会当互我来重新经验你的同在，搁一遍经验你大开力得胜的能力，伫我的生命内面来展现出来。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用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咱献开圣诗242首，圣诗242首，主求你怜悯我，请起立领全首。这是咱方面来敬拜上帝，三者思念的同工。
请坐。这时我来报告，咱请县委周报。人工事项以及聚会人数甲方面，咱请家己来看。咱看下面本会消息：第一，教会修缮的工程，这个时间咱若是即卖出日子，咱请注意安全。嘛请兄弟为这个整修继续来带导。第二，下晡咱要1点要调开电器的种植会。请相关的同工有热心参加，今仔日儿童主日学讲评。第三，传道社区所邀请全公司姊妹要来办这个成人色铅笔的初级班要对今年的3月到5月，每礼拜4。上午9点到12点，地点伫咱这个所罗门教室。对象要针对无道友，每一个人要加减扣一寡这个材料的费用，加地点的费用，大概600块。欢迎兄弟姊妹踴跃来参与，若有兴趣会当来报道这个福音的朋友来参加。第4点，青少年温度训练的新节的营那么将伫2月15拜六8点半到平安时8点，要来举行地点伫南口安科8的这个营地参加的同学的名单有下面遮咱的负责是曾宇璇执事，加安科8主理咱要请邓老师来咱主理请有这件代志来导第5，有认领今年的献花的兄姐那么请你将你的将这献花的费用来交予干事第6，种植会鼓励教会夫妻会当来参加夫妻营那么这个资料伫下面时间是今年的8月15到8月17，3天2夜，地点伫新坑芙蓉和园的高尔夫球场好，来，咱来先开来看后壁面常常是夫妻至少要有一人是受洗收费的费用每一对夫妻是15000块教会补助每一对的夫妻是5000块。那么报名，请这个育婴干事来报名上少要有12对咱报名到3月20日止现金每一对是2000块报名请用从速对1月12到3月20先报先赢如果若有达到12至16对就无搁对方报名所以先报先赢第7，2楼的迄个图书室就咱这个港台的顶面图书室过去咱有收藏一寡熟练的册那么即时咱这个熟练的册，咱要开放互咱的兄弟姊妹来认领会当看你会当感觉你有需要的请你会当回转去家己来对着这熟练的册你会当搁再一摆来看好，来，搁来带导的部分
李楚辽用陈淑玲、马来金、林学仁、素觉仁、曾文德、杨玉珠、郑明霞、林李米珠、徐建林、汪明达。第二段院的有柯玉、刘金荣、洪文长、以上的妈妈吼。第三，请为教会1楼礼拜堂甲3楼礼拜堂继续来这个整修来奉献甲代祷。下面奉献的部分，咱请家己来看。有问题则请过节来见证。再来，其他大概就是咱看牧师有这补充。咱永远来欢迎吼，今仔日来到第1摆来到主日礼拜吼，3位即个越南来的兄弟吼，咱来甲欢迎吼，欢迎来。感谢主吼，感谢主，主上吼。Thank you。以上安尼讲吼，对一个重要的就是咱即个夫妻尔吼，毋是讲有问题才来参加吼，毋是安尼吼，即个意思是讲你要增加咱夫妇中间迄种沟通还是各方面，会当伫咧迄个营会内面吼，有真大的帮助，有真大的帮助。所以毋茫讲咱即几礼拜牧师可能会伫咧即个台顶继续宣传吼，甲咱兄弟姊妹，这是真好的一个。即个牧师拢想讲，嘛是想要参加，还想要参加，所以感谢主吼，毋茫咱即个机会难得吼，来要带饭店，伫遐有人讲囡仔要安怎，咱若只后咱肯改变，我相信上帝帮助咱，伫咧即个囡仔会当互人照顾，3天2夜，3天2夜。真毋茫咱兄弟姊妹拢会当踊跃来报名，即马差不多有3队左右有报名，有报名，好，以上报告。特别迄个补充一下吼，咱学会今年的学会要伫2月16来调开吼，咱就无顶面无看顶吼，那么伫遮补充甲咱报告2月16吼，伫下吼，好，其他要有要报告。咱即是来读今仔日经句，记载伫约书亚第7章13节，按各位来读。是咱来上言圣诗509首，学了天地万福坤源，咱请起立吟全首。圣神的相逢，教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彼得，伫新的一年的开始，求你光照阮，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做伙来行平安礼。